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有新的病囝无爽快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病读报的病第7条。读病这是读病音，嘛有人读做病。台语字典解说病就是症头，若有症头，咱讲是着病有病症，因为病症引起的痛苦，咱讲是病痛。治疗病症规模较大的所在，就是病院。互医生看是看病。继续的病、慢性病、无度长紧的病，咱讲是病母。有时引起着病发无爽快，或者病囝。去杀了一个人，思念对方煞无度见会着，咱讲是病相思。另外，咱新闻嘛常常讲到硬刀探白牛，意思是讲一个人有阴谋要害人，去探消息，嘛有假好心的意思。这个文音读做病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暗散病，意思就是别人唔知影，或者是讲袂出嘴的镜头，嘛会当讲是歹惊症。第二个词读做久长病，意思就是久病、慢性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有一句话讲：真药医假病，真病无药医。也毋过，现主时的医疗科技真进步，就算是暗散病、久长病，嘛是会当好利白老病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病，嘛有人读做病，这拢是病音，文音读做病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